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歡迎收看怪客靈門，也係宋明寬。今日嘅來賓係兩位來自外國的朋友，我們掌聲歡迎他們出場。大家好，大家好。哇，有一種來聯合國開會的感覺啊！好了，我們請二位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亲爱的来到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我的名字叫 Laetitia Marie-Louise Zeppelin-Imbert à l'orée du bois noir de la forêt aux sorcières。他这个名字啊，比我户头里面存折那个数字还要长，你们知道吗？你说多少？不是，有没有华语的名字？有啊有啊，哎，我的中文名字叫李季霞。哦，我是来自大家向往的、喜欢的浪漫之都法国巴黎。真的。听说话的声音就感觉很有磁性、很浪漫的感觉哈。哎，那请问您的名字是？我是Yvon Pierre Loufoy，我那个葫芦肚，我那个哥哥，我那个爷爷，我那个葫芦。这名字更长了。一样，有没有华语的名字？华语的名字很简单啊，伊拉克的伊，二马逢一逢两个字，我是来自大家想要去的刚果共和国。没错。很好，哎。那我们节目呢，今天想要特别考验一下两位来自外国的朋友，你们的词汇量还有反应速度。哎呦，我们准备了一个游戏，就是等一下呢，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字，然后就要以这个字为首，字头接字尾，最后接回矮黑哈嘎拧。是啊，你们听得懂吗？不太懂，不懂。讲清楚说。没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你随便给我一个字，我给你一个上下的上。哎，上，那我就以这个字为首，给你接上帝保佑。哦，上帝保佑。哎，对，下一个字的开头就是右开头。我接幼时回忆。对，不要乱讲话。幼时回忆跟上帝保佑的又怎么会是同一个字呢？哎呦，你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老外都比你懂中文呢。搞了半天我是老外，你是老外。这个是为了你们两个设计的，是吗？因为知道这个游戏对外国人来讲比较难，所以就允许你们使用谐音字，不只是谐音字连发音像我们都给过。真的？对，那比较轻松了。太好了，太好了。我看这个游戏规则定的跟你的感情差不多。什么意思？随便。你这是随便。哎，他们都知道了啊，是不是？这一批是我的前女友，是不是？是，一讲出来就不不要乱讲话，我们回到我们的游戏。好，游戏我们来玩。幼时回忆嘛，那忆再往下接，一杯真奶。奶你就可以把它凹到奶黑哈嘎你。恭喜，很好。这样算通关了啊！恭喜这位来宾啊，闯关成功啊！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素贤，俺兄爱堆俺爸。到底谁是主持人呐？我们是主持人，你们怎么变主持人了？哎，你讲不讲理呀？哎，怎么不讲理呢？这个游戏规则是来宾玩还是主持人玩？来宾玩呐。不对啊，那你把游戏一个人玩掉，我们不当主持人，我们来干嘛？对，搞了半天是我的不对，是不是？跟您道歉，不要道歉，我们原谅你了。啊，自己人呐。我刚刚这个叫做示范，是吗？表演给你们看。了解。接下来就换你们玩了。对啊，但是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那为什么非要接到啊黑哈嘎宁？哎，对呀，这问题问得很有水准啊，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台湾的流量密码。哎，我们客家人最喜欢听到外国人说矮黑哈嘎宁。啊，真的。说出来就有流量了啦。还带流量密码的。可以。好了，你们谁想先开始？好，那我先来好了。你先开始。你是优先。好，那我给你出一个字哦。哪个字？比方说客家话的甜。甜。哎，往下接甜。哦，哎。当。等一下。题目是甜，不是当。我知道啊，还没开始呢。还在找是不是？对，还在路上啊。当，天空啊，落水哟，丁丁有没有这首歌？有。哎，好像他们还不知道。不错可以了，过了。天公落水，红到法国去了啊！还不错。刚最后一个字是岁，客家话的水，岁往下。
水板好食哦，水板好吃。是。哎，那四すみません。日文呐、哦，すみません，什么按奖？讲哈，将功骑马。蒋公骑马唱花脸是不是？哎，很累哈。马来西亚呀，哎，呀吧，又是日文呐、差不多。而且这样接会引发国际纠纷吧？为什么？马来西亚，要不，你想太多了。马来西亚糟了。没有，我们就是玩游戏，没那么多事吧？玩个游戏。那好，那我们就拜往下。拜了个拜啊，拜了，拜了个拜，等一下，回来，二位，游戏还没玩完。到底刚刚结的那个掰了个掰嘛，你要接着这个掰啊往下掰。那我也接一个掰了个掰啊，那你掰了个掰啊，掰了个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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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在祈雨啊啊！掰了个，像话吗？你们两个掰了个掰，不行了，掰，继续往下，掰啊，不能掰了个掰啊，我掰不下去。掰不下去也给你过，好不好？真的，哎呦，谢谢，好人。去你的吧！好词儿，骂人呐！不是，这是相声台词。是，听得不少。八仙过海，海阔天空，空即是色，色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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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你们是来驱魔的，是不是啊？空即是色，空即是色。行了，色往下，色ですな。爱黑哈嘎你！哎，掌声鼓励！我说你们两个凹的也太大了吧？是 ，so des ne， 你们可以讲成什么？ so des ne， 日本人都不懂这个吧？哎呀，我们厉害了不起，我看不出来啊！你们两个来自外国的朋友还蛮懂我们台湾人的语汇的哈，是吧？哦，哎呀，他这个这你又不懂了。我不懂，我们两个不是外国人，是不是？那你们是哪里人呢？哎，俺黑哈嘎你啊！你看看，说出来流量就来了啊！来了，不是你们游戏玩上瘾了，想变成客家人呐？哎呀，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相声演员，我们在台湾也没有什么知名度嘛。哦，哎，所以要变成客家相声演员。对了，可是你们这样说不过去啊！为什么？你看你们这个造型，这个形象，我们不像哈嘎造型怎么了？你又错了。客家人不是说从南强吗？你看他怎么样？我们的形象就是最像客家男。哪里像啊？你看他有什么关系啊？观众朋友们，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个肚子我就不是重男吗？哦，对啊，是不是？你看我这个身材是不是金鱼？哎哦，啊哈，我们是从南强。我行了吧？不要用刻板印象组偶像团体，好不好？没有，我们是。你们还鼓掌嘞？不是。要当哈嘎你，必须要对我们客家文化哈嘎文发有了解嘛？当然有了解，有了解。你们有了解？有了解呢？你了解什么呢？就拿那个你们的正月20，天穿宁的日子的由来讲，不容易耶。既然知道正月20天穿日，天传你是我们客家人重要的节庆。对，有懂。那你们说一说天传你的由来好了。在很久以前啊，水神跟火神打架了哦，打架了之后，水神打输了，对，一感到就丢脸了哦，一气之下就一头撞上了不周山。说的没错，猛操。那个不周山倒下来之后，引起了大地震。是啊。地震引发了海啸，那个海啸造成了洪水，哇！好，在这个时候呢，诺亚驾着方舟撞上了冰山，他的船
从中间咔分成2半。从中间就奔出来一只猴子。猴子看到一个荒岛在那里，他就游过去，看到那边有一棵香蕉树。他就在树底下睡着了，在那边。突然间从天上啪砸到了头，哎呦！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香蕉不，一颗苹果啊！香蕉树掉苹果呀！就这样子创立了苹果电脑啊！这就是田川宁的由来，掌声在哪里？谢谢。这故事听完之后，我都快神经错乱。不是，我说我们节目到底有没有人可以把田川宁的故事的由来好好给他们说一下？有没有？矮迪，这什么？哪来的客家阿伯啊？你知道啊？那就给大家说一说田川宁的由来啊！来，打板就唱啊！会打板呐！打起主板不啰嗦，听我把客家节庆田川你的由来说一说。你说说。话说5000多年前，火神水神不对盘，他们互相越看越讨厌，发生冲突来开战，把天空打破了一个大洞，倾盆大雨是许多百姓把命送，百姓受灾好可怜，多亏那个女娲娘娘下凡保安全，用5行石头来补天，大雨这才不发癫。为了把女娲娘娘来感念，哈嘎宁立了个节日来纪念。正月20这一天，女不织布，男不耕田。对，大家欢唱山歌笑开颜。这正是客家节庆田川你，我们共同庆祝好欢喜，共同庆祝好欢喜。讲的真棒，这是另外一个版本，没有，只有这个版本，只有那个吗？你们读的应该是盗版书，对不对？而且我有一个疑问，我们怎么换助理主持人了？之前不是你吧？之前那个助理主持人呐，翅膀硬了。那你翅膀不硬是不是？我是一只小鸟。不要闹了，赶紧下去。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见笑了。是我们节目的助理主持都怪怪的。我也看出来了，不然怎么叫怪客临门，对不对？是。对。不是，我发现你们2个说这故事跟哈嘎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根本就不懂嘛。哎呀，我们不懂也不意外嘛。为什么不意外？那主要是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是不太了解，是不是？对吗？完全不知道怎么辩解这句话。对。不是，可是你们想要变成客家人，或多或少、多多少少要知道一点点嘛。也是一点吧。我问你，哈嘎菜算不算哈嘎文化？哎呦，客家菜哈嘎菜太算了。哈嘎菜哈，太好了，我们2个人经常吃哈嘎菜。那你们跟大家说一说，你们都吃过哪一些哈嘎菜？哈嘎炒牛。客家小炒有。哈嘎拌面。客家汤圆有。哈嘎板条。客家板条有。哈嘎咖喱。客家没有。哈嘎咖喱是嘛该东西呀？咖喱咖喱酱。对，那个阿贝什么时候拍的？什么时候拍的？有。好吧，咖喱加鸡酱就变客家菜了。还有哈嘎咖比，客家咖啡是咖比咖喱酱。哈嘎披萨。披萨咖喱酱，我就知道。你吃过？我没吃过。什么呀？什么菜加了鸡酱就变哈嘎菜了？哎呀，看这哈嘎文化就是包容万象。包容万象，乱象是你知道吗？什么呀？反正是多元化的嘛。可不可以吃一点不要加鸡酱的东西？那可以啊，那咱们来吃板怎么样？内行，哈嘎宁蒿丝板，我们客家人最爱吃板了。对，你们吃过哪一些板呢？我吃过那个汉甜板，咸甜板，这个是花生板那饭条板，发音不错。还有呢？还有9层板、9层板、凤条板、红豆板，还有呢？还有从前板，我还现代版嘞，看形状就知道，这个叫长前板。来跟我念一遍，叫从前板。从前板。对了，还有什么呢？新店板。你看清楚了，新店不在红线上，你知不知道？那我路痴。什么呀？这叫新丁板。新灯板。新灯板。还有什么板呢？还有你的棺材板。
我的棺材板可以入菜了，是不是？是啊，你再不承认我们是客家人，我把你关进去。哎呀，对，我们把你关。我承认，你承认？我承认。讲清楚，说明白，我们是黑哈嘎你。那我呢？你也是哈嘎你。呀，美长斗。走的。哎呦，这2句倒是说的不错。其实他们2个说话会这么幽默风趣哦，那是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有经验的相声演员。哎，不，就不要再讲下去。相声演员只是我们的副业。也是。我知道你还有跨界去拍那个维大利广告嘛，对不对？那个是 Is it good to drink？ 还记得？你们怎么还没看腻啊？我都快看不下去了。我知道，然后李季霞老师也常常去跳舞啊、唱歌之类的。是，但是你这说对一半了。一半？因为我们除了表演的工作以外，我们还有别的工作。除了表演，你们还干嘛呢？看人入洞房，偷窥呀！不是偷窥啊，我们是职业的，做调查、做研究的。对，那你说说你们都研究什么呢？我们是关于新娘、新娘。新娘的客家话说的这么标准，新娘是不是？好，大家跟法国奶奶学习。法国奶奶，新娘，动作带语言啊，新娘。哎，我了解了，这个动作的精髓在这个新娘在这儿。记不得，动作出来话就会说了。是的。那你们再说清楚一点，你们的研究是关于新娘的什么？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就发现了，世界各国的新娘和新郎啊，晚上入洞房以后，那个新娘对新郎说出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对。这个还带着民族的特色。新娘说话跟民族特色有关，没错，很有特点。那我问问你，你是从法国来的吗？没错啊。法国的新娘有什么特色呢？问我们法国的啊，对。这样吧，那个我们一起来表演一下好不好？怎么表演呢？你是法国新郎，然后今天我当你的法国新娘，可以吗？我还有这种荣幸啊！哎呀，太好了！一起来看。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法国的新娘会说什么话呢？来看表演。Mon chéri, est-ce que je suis jolie？ 这新娘有外遇。你怎么知道啊？这不是你说的吗？没有啊。你刚那句话是什么？你说慢一点。Mon chéri, est-ce que je suis jolie？ 我爱上你4哥，我们俩快离。关灯。不行，干嘛把灯开了？没气氛呢。这不是你说的要离吗？你完全误会我的意思了。不然那句话什么意思？我刚才说的意思是说，你看我美吗？哎呦，法国人浪漫。对，不像你那么乱。不要再说我乱啦！又误会我们的意思啊！你不懂法语，浪漫。那我们就不聊法国，没事，聊一聊离台湾近一点的。可以哪里？日本的新娘，你有了解吗？日本就别问他，问他。您更有了解是不是？这是我的专长，我专门研究日本的。日本的新娘有什么特色？日本礼仪之邦。对。洞房花烛夜这天晚上夫妻俩在里面也是一样客气。入洞房还可以客气啊？那不然我们再演演。我们来表演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日本的新娘会是什么样子呢？来。あなた、私は私にはバイ、こっちがバイスタ。他妈妈、你妈妈都不是我妈妈的。不对，怎么了？不对，怎么了？不对，那个刚才你没听懂了。我是没听懂他说什么。刚才他的意思是说，夫君，亲爱的，我服侍不周，请多关照。对，这么客气呀？跟着这个感觉。果然是日本人啊！我服侍不周，请多关照。客气。我长得不好，请多关照。我爱清洁，请多关照。我不爱洗澡，请多关照。你真幽默，请多关照。请多关照，请多关照，多关照，请多关照，关照，请多关照，关照。批报老师，你在谈什么？他们在跟遗体告别，是不是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干嘛呀？日本人嘛，礼仪嘛。礼仪呀，客气一宿。客气多了还真受不了。是不是？那没关系，我不问那么远的。我就问一问，哈嘎跟新娘客家新娘，你们知不知道？知道啊。知道，我才不信。
我告诉你，我们客家传统的婚礼哦，那种细节跟习俗特别多。不说别的，光是媒婆嘴里念的那些4句联呐，你们2个就不懂了。你念念看是哪4句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贵宾在给新郎新娘敬酒的时候，媒婆嘴里就会念一句4句联。来，请我的助理帮忙打板。新郎新娘笑脸脸，夫妻一对好姻缘，早生贵子命上好，财丁2翁万万年。好听，好听吗？好听啊，听得懂吗？听不懂。那没关系，我再比方比方说呀，这个新郎要点蜡烛的时候，媒婆还会念一句4句联，叫做“两足共肥挑田虫，夫妻松松来拜堂，福祸祈贤子孙好，荣华富贵常有常。”好听，听得懂吗？还是不懂。那我再比方。别再比方了啊！为什么？你再比个圆，我们还是听不懂。这谐音梗会不会太烂了一点啊？是不是？不是你们不懂，你看哈嘎跟行鸟，你们不懂啊？是我们跟你讲，我们研究的是新娘新郎入洞房以后，新娘说出的第1句话。对啊。之前你那一套跟我们没有关系。入洞房以前你们都不管，不管。这是入洞房以后才是我们的专场。对，而且我们发现客家新娘是最有特点。客家新娘有什么特点呢？最实在啊！新娘入洞房还可以实在啊？非常实在。不然我们再学学看。可以啊。好，来表演一下哈嘎跟行鸟啊！好，来了，2个人了啊！再入洞房。喂，你傻傻的站在那里干什么呀？这屋子里面闹鬼是不是？闹什么鬼啊？我是你的指导员。你干嘛指导我呀？因为你经验不够嘛。对我比较教你纯洁一点，那你多教我。比比呀，我问你啊，今天是我们什么日子？今天呢？结婚，是我们结婚的日子。那我们结婚以后得做什么？结婚以后生活，一块生活。那你现在得做什么？现在你知不知道？拿出来。对呀，拿出来。不是，大家都爱看拍戏啦。哎呦，拜托，都是夫妻，还不会是什么？快拿出来！当然会不好意思啊！不行，拿出来！不行了，拿出来！拿出来！不行了，你们要我拿什么出来啊？红包拿出来。红包啊！算一算，收了多少钱呐？谢谢。好，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为大家介绍一峰老师、李静霞老师，还有我们的吴英杰，还有我主持人宋明翰。哈嘎你，谢谢。